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政府有规定，无症状者、快筛阳性才会当去病院做这个 PCR。啊，若颠倒病例，快筛阳性嘛无爱走病院做 PCR 咯，就当做家己确诊，比伫咧厝内底家己来隔离，安尼会使哩无？讲若是无症状，或者是轻症也会使，也毋过厝内底就爱有病药啊，像食这个退烧止痛的，食流鼻水的，食止嗽化痰的，有啥物症状就食啥物药啊。但是65岁以上有慢性病者，或者是大腹肚的太太，这是重症的高危险群。若无经过 PCR， 就无药啊通食。再加上这个病情会来起严重，拢是伫个确诊后的第5天到第7天。医生特别来提醒，这段时间若发现镜头反严重，就要马上送病院。当片空等快筛，上惊去看到这2条线。指挥中心昨日宣布，无镜头的人快筛阳性，才当做 PCR。就算是安尼，即马 PCR 量嘛是大塞车，就惊走去病院排队，颠倒互病毒传开。有民众快筛阳性，规气外出门，不过呢，敢讲对身体没有危害。我现在隔离大概第4天，当然还是会担心。虽然说我已经打完3剂了，病毒的这东西的并发症蛮多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后面会怎么样。就含确诊伫咧居家照护民众有抗病毒药啊，拢烦恼会有并发症，何况是快筛阳性，佮踮伫咧厝内无通报。感染科权威黄立明就讲，65岁以上有慢性病或者是有新的人，这重症高危险群影响上大。若是无经过 PCR， 就无药通食，佮加上病情变化，拢发生伫咧确诊后的第5天到第7天。伊就提醒，这段时间若发现病较真食力，就要随去医生看。行动不便本身就是高龄的，或是有慢性病的这样的病史，他在家里如果是快筛阳性，就当作是确诊，然后来给药，来逐步的开放，或甚至当疫情大爆发的时候，大量的病例数直线攀升的时候，那时候再来考虑说快筛阳性直接就是确诊。不过快筛阳性，敢真正就是确诊？其实即马市上2大牌子的快筛试剂敏感度敢有40%到70%，也就是讲每10个感染肺炎的患者使用快筛检验，会有3个人到2个人互闹交，这个人大部分有传染性。患者爱伫咧接触感染后的第5天有镜头，而且病毒量上悬的情形下采检，敏感度才有可能提悬到80%以上。医师嘛强调，虽然即马确诊已轻症的人多，不过民众嘛是会当伫咧厝内准备6种药啊，有啥物镜头就食啥物药啊，做好初步治疗，对抗病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